带去读唐诗。宋元历史安西，作者王维。渭城调舞入秦庭，曲舍青青柳色新。宦君敬尽100酒，诗出阳关无故人。简介：安西是当代统治西域的导火府的干城，伊的地城呢，就是伫个即马新疆的库基。四原的好友奉旨要出塞安西，作者呢一路烧送到渭城，也写出一首非常生形七绝的乐府。头前2句呢，写送别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气氛。坊间看起来，敢若亲像是真平常的眼前景。也毋过呢，即句当中迄2字调舞，却是扮演微凉点睛的文采。一向长安西去的道路上呢，车马交织，尘土飞扬。此因呢，采取透早落日阵的早雨来润湿着花田，若使道路显得洁净清爽，也敢若亲像要为远行西去的好友开出一条清澄不染的空中大道。原本尘土飞扬的道路，双旁的杨柳呢，拢蒙上湛湛的花田，包括规排客舍呢，拢是花田茫茫。都是因为这阵的早雨，重新来写出明朗清新的风貌，更加将黯然销魂的离别呢，换成清新轻快情调，确实是不同凡响。劝君敬尽1杯酒，就是敢若像浸透作者全部深秋的情感，拢伫这杯酒的内面。这个内面呢，也有小别的情谊、深情的体贴，也还有温存的祝福。诗出阳关无故人，这句呢，若干只是远行的人、送行的人，依然是感官诗出阳关无故人。要讲的话太多了，唔知要从何讲起。短短2句，虽是一刹那，言语却是最丰富的一刹那。尽管是真普遍的送别诗，可是在诗人王维的描写之下呢，却是大不相同。后来搁再编成乐曲，成为最流行、传唱最久的诗赋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搁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